主后2025年7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请讲仆人恭敬听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27节到第3章21节。有一日，有一个上帝重用的人来见以利，对伊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恁祖先做埃及王的奴隶的时，我有对因显现。我对以色列种一组经阿伦的家做我的祭司，伫我的祭坛献祭、烧香、穿以弗得、祭司服服侍我。以色列人用火烧献予我的祭物，我拢有分予恁祖先。我所命令伫我的厝献的圣礼祭物，恁是安怎甲因吞踏？你看重你的囝较过头尊重我，竟然准因对我的子民以色列献的祭物，摕上好的份去食甲肥足足。所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讲：我虽然捌应允，你的家甲你的宗族会永远服侍我。毋过现在我上主决定，无要照安尼对待恁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要尊重伊。藐视我的，要受看轻。看，日子得要到，我要斩断你甲你的宗族的手骨，安尼你的家族无人会当贺寿。伫我赐福予以色列人的时，你颠倒会看见你的厝衰败，你的家族无人会当贺寿。我会甲你留一个后代伫我的祭坛服侍。毋过你的目睭会失明，心绝望，其他的后代拢会早死。你两个囝何弗尼甲菲尼哈会共一日死，这证明我对你讲的话一定实现。我会为家己设立一个忠实的祭司，伊会照我的心意做代志。我会为着伊建立稳固的家，伊会一世人服侍我所选立的王。你的后代所剩的人，拢会对伊求乞讨食，讲：求你予我参与祭司的工作，予我通度3顿。囡仔撒母耳受以利教导服侍上主，当时真罕得有对上主来的信息，无常常有启示。有一暝，以利伫家己的房间伫困，伊的目睭已经雾，看袂明。撒母耳伫囥上帝约柜的殿内嘛伫困，天还未光，上帝的灯还伫倒。上主叫撒母耳，撒母耳应讲：我伫遮。伊就走去以利遐讲：我伫遮，你叫我吼。以利讲：我无叫你，倒去困。伊就去困。上主阁叫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，去以利遐讲：我伫遮，你叫我吼。伊应讲：我的囝，我无叫你，倒去困。迄阵撒母耳毋捌上主，上主的话还未对伊启示。上主第3遍叫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，去以利遐讲：我伫遮，你叫我吼。以利才知是上主在叫囡仔。以利就甲撒母耳讲：你阁去困。伊若阁叫你，你就讲：上主啊，请你讲，你的奴仆在听。撒母耳就阁倒去困。
上主搁来徛地，亲像前几若遍，安尼叫撒母耳，撒母耳，撒母耳应讲，请讲你的奴仆得听。上主甲撒母耳讲：注意听，我要伫以色列人中间做一项代志，互听到的人拢惊一条。伫迄日，关系以利的家，我所讲的代志拢会实现。我有甲伊讲，我要永远审判因即家。伊知伊的囝有犯应该受咒诅的罪，阁无甲因谴责，所以我对以利的家咒詛。以利因即家的罪，用生礼祭物嘛袂当得到赦免。撒母耳困到天光，开上主的殿门。撒母耳毋敢将异象甲以利讲。以利叫撒母耳讲：我的囝撒母耳，伊应讲：我伫遮。以利讲：上主对你讲甚物？你毋通甲我隐瞒。你若将伊甲你讲的对我暗藏一句，愿上帝加倍甲你责罚。撒母耳就将遐话拢甲以利讲，无对伊隐瞒。以利讲：伊是上主，上主的话照伊看做好的去做。撒母耳渐渐大汉，上主甲伊同在，互伊所讲的话，逐句拢实现。对但到别是巴，所有以色列人拢知撒母耳确实是上主的先知。上主继续伫示罗显现，上主伫示罗用伊的话启示撒母耳。请讲，互人恭敬听。有，还要搁较济。这是出自贪婪的本性，宰制人的欲望，互人无视良心的谴责，用尽各种手段，甲无属于家己的变成做是家己的。贪婪，互人的心亲像被包着一层油，麻痹失去知觉，对所有的道德劝说、上主的管教无动于衷，甚至进一步违背，也是轻看上主的命令，视之为无物，就算遭受重罚也无所谓。对献祭的角度来看，受指定献上的祭物就是归属上主的。假使将祭物变做是个人囊中物，只为满足个人口欲，毋单单是侵夺上主的所有权，同时犯着亵渎上主的罪。以利两个囝儿的恶行恶状，和缺陷行径，最终换来上主的严惩。叙述者透过一位无具名的神人，前来传达上主的信息，上面指出，祭司这个神圣职分是上帝所赋予的尊贵荣耀的侍奉。受竞选侍奉的人，理当善尽职责，满足伫上主的供应，毋是贪婪无度，并且应当看重上主，较大过看重家己。另外一方面，严肃宣告，上主要废除以利和两个囝儿的祭司职位，甚至宣判以利家族最终的命运。接续，迄位无具名的神人所宣判的信息了后，是上主三次透过微声呼唤困梦中的细汉撒母耳的记载。上主甲撒母耳讲，伊要彻底执行对以利家族的宣判。有意思的是，伫撒母耳听到上主微声唤醒的过程中，三次拢误以为是以利得救伊。直到以利明白呼唤声是来自上主，
就对撒母耳讲：你搁去困，伊若搁叫你，你就讲：上主啊，请你讲，你的仆人在听。请你讲，你的仆人在听，拄好是受拣选为服侍上主的仆人的重要标记。即句话表明，受上主拣选使用的仆人，应该蕴含谦卑、敬畏上主的特质，而且受赋予这份的上主仆人，必须会当听见上主微声的呼唤，伫极微细的代志顶面，听到上主的召唤，辨识出上主的心意。相比之下，一直看重囝儿过头伫看重上主，导致伊两个囝儿因为贪婪藐视上主所吩咐的话。这个对比亲像一面镜，互咱通揽镜照家己，看出家己的原形。长久以来，台湾真侪弊案的发生，往往出自贪婪，主角往往利用公仆也是有权力的身份，收受贿赂以图利特定厂商。就算法令严格禁止，搁用重刑来遏制这类的犯罪，但是总有人因为贪图利益，无避讳收受贿款，卡入名目用人头设立公司，透过境外投资规避查缉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游走伫法律的边缘。一旦被检调起诉，就极力放任，以受迫害之主昭告天下，俨然清白之士。这种人虽然有机会避开法律的制裁，总是以贪婪的本性，伫上帝公义的审判下面，绝对无法度闪避。默想，敬畏上主的侍奉者，应该具备倒一寡特质？敬畏上主的侍奉者，应该具备倒一寡特质？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主，求你互我的教会侍奉和这场工作，是为着荣耀你来做，毋是为着满足家己的成就感，也是需要得做。求你互我有一粒谦卑的心，成做你真正的仆人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免。愿上帝祝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